发光。耶稣真好，甲传道同人知，总是祭司甲经学士无理解，不时找空窗买航海。耶稣就带学生去该撒利亚腓立比。该撒利亚腓立比离河有30英里，这个风景真好看，白有关的雪文山，规年抗天地白无，细流流落约旦河。可爱花满山坪，树仔顶有鸟仔声，伫山骹风微微啊，花水流落啦啦啦。耶稣伫遮教示学生，互因知伊就去耶路撒冷受人害死。第3日倒晚，学生未明白。最后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甲约翰，爬上山顶较悬的所在，通眠祈祷。这时，伊的身躯发光，真奇怪。忽然有古早的大先知摩西甲以利亚被上帝写来，全身也是光耀耀，要甲耶稣讲话。彼得对主讲：“主啊，这真好，天3间了啊，互你好无？”在讲的时，有光光的分大印，阁有写讲：“这是我听的囝，恁着听伊。”3个学生行到身躯客客喘，人气顺顺，趴落去涂骹。耶稣问因讲：“起来，无得听，因食目看，只有耶稣伫咧那边。”耶稣要受艰苦来死，后来要倒我，亲像发光的身躯。耶稣落山，耶路撒冷去行。